大家好，我叫杨一文，我读三七经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善人，苟不咎，亲乃生，孝之道，谓以正。其门无，则言除，子不学，能自助，苟焉参，有一番，教无子，名自然。男不孝，父之惰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，非所宜。幼不学，有何为？日不作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慈，还教时，常之由，其已矣。三角我，三角形，动文奇，小于成，所当执，能次岁，能让梨，盖地于整，一线气，